现场的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松山文创园区音乐演艺厅来参加我们今晚的音乐会。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冷，今本日天时冻人，在两位都得看到各位好朋友，真是非常的感动。今天天气很冷，我们来动一动好吗？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揭开序幕好吗？希望大家，我是爱陪伴大家共下来享受音乐时光的主持人贝拉。我是今晚要陪伴大家一起享受音乐时光的主持人贝拉。今天很开心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讲到文化艺术，在族群当中非常珍贵的资产。文化跟艺术是族群当中非常珍贵的资产。说到客家山歌、客家童谣以及客家八音，都是在客家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这代表着我们客家人非常深蕴的底涵，还有呢我们的景况。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背景。而今天晚上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所主办的山歌再冲山歌再唱2017客家音乐发表会，你问音乐会小小的时间，最主要是要呈现由我们去年在2016年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所出版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客家儿童音乐专辑。今天将呈现这张客语音乐童谣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客家歌曲，当然呢也会演出脍炙人口的客家歌曲。而今晚的演出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小小的时间专辑当中的原创歌手来为大家做演出。今天的晚上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可以说是金曲的阵容，特别邀请到声响，还有声响乐队林天雄、老声响乐队，还有 Misa。温颖长以及他的地下和乐团、天下和乐团，韩国罗思勇、罗思荣，韩国嘅狗毛条乐团。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也希望各位呢，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愉快的时光。首先登场的是曾经获得金鹰奖的最佳新人以及最佳民谣单曲，他们的曲风呢，结合了爵士、民谣、摇滚以及迷幻等等的元素，很较重要嘅就是夹到嘅音乐啊。融合的客家传统的曲调，他们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又丰富。首先呢，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欢迎 Misa， 然后天下和乐团，我们一起来欢迎 Misa 以及地下和乐团带来精彩的表演，众赏弘扬。数万年从80、88，三六三金当头看，三珠峰雅先生，上了80在上扬，后台风雅西西，上头80老太监。老太监，80
大家晚安。今日真欢喜，迎眼变冷的世界，寒天啊，来到台北，台北出我意料的冷。好，不过刚刚那条歌叫《巴士起尼基》，相信已经让大家热起来了。撒下来，阿萨古。好，去年那种专辑入围了金曲奖，大家都很开心。那接下来这一首呢，阿萨古是在这个甘耀明老师这个老妞微笑老妞的这个故事里面一个东满皮的声音的啊，因为有钱人的声音，有钱阿萨的声音呢，所以他很骄傲这样子，然后常常带着他的牛鼓去那个挑战别人的牛这样。好，放牛小孩之间的故事，阿萨古。牛叫。周深演的那歌曲真好搞，小孩子的歌曲啊，因为百无禁忌，而且都没有极限。我常常觉得，大人的世界很多框框。接下来要给大家听一下有框框的歌。撒哈利亚条歌曲很多压嗓，夜深，讲的是夜晚的东西。这个歌我觉得蛮适合冬天听的，味道跟刚刚完全不太一样。这样，好，要条歌曲。当初世界，江中人玉行嘅人嘅。
落，toàn vụ之後，佢用自家嘅腳，在天橋下打緊掉，阿芳嘅阿姐，要應應老貴婦嘅三處作定強下。見聽，團舞之後，阿姐嘅樣嘅，再來從嘅腦背跳舞，把牙張出世界，天公就埋落地，把牙張皮都響。公主沒強強，把牙要比天公台意，把牙一溜講，天公太水多。作定強下，唔見聽，團舞之後，阿姐嘅樣嘅，再來從嘅腦背跳舞，把牙張出世界。張皮都響，天公就沒強強，把牙要比天公台意，把牙一溜講，天公太水多。还会冷吗？还会冷吗？我很热。那撒哈拉要跳歌曲呢？接下来这首歌《重否》，这个歌呢，我被朋友郑重警告过。这个朋友今天有在场啦，应该，我没有看到他在哪。反正我被郑重警告过说，有长辈在的时候呢，不要唱，因为这个歌要得罪四方神明。不过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开玩笑，然后有点黑色幽默这样子。俺两个带丁峨眉啊，新竹县的峨眉乡。那峨眉是那个狮头山的尾巴，狮尾的地方，狮子头在南庄。峨眉那里呢有一座峨眉湖，然后狮尾那里有个水帘洞。那总之就是有很多的那个金光闪闪的佛像，上次还就会想讲，这些佛像到底是因为这个地方很漂亮、很佛门清净的贵宝地，所以要立这个，还是因为都在呛力啊，唔呛力啦，这样，所以这个歌其实比较好嬉笑怒骂一点。那大家今天就一笑置之就好了。中夫。走。